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一齊去探討一下貓咪所需要嘅三大營養素，即係碳水化合物、脂肪同埋蛋白質。究竟佢哋每日需要幾多先足夠呢？如果屋企有貓咪成員嘅話，今日嘅影片就唔好錯過啦。如果喜歡今日嘅主題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、讚好、留言同埋分享。我哋一齊去了解一下，究竟貓咪係點樣去運用碳水化合物、脂肪同埋蛋白質而轉化成為能量呢？首先咧，我哋要了解一下貓咪嘅消化腸道係點樣運作先。咁首先，貓咪咧就會接觸咗食物啦，跟住咧就會喺口腔裡面咧將啲食物扯開同埋咬細啦，跟住通過食道咧就去到胃部。咁食物去到胃部就會暫時儲存咗喺嗰度啦，跟住開始咧就進行呢個分解同埋消化啦。咁啲食物咧就會喺胃部咧就進行第一部分嘅消化啦，消化蛋白質同埋呢個脂肪嘅酵素會幫我哋去分解蛋白質同埋脂肪，跟住咧就會咧進入呢個小腸嗰度進行吸收啦。咁冇被吸收嘅食物就會入到去大腸，跟住同細菌發酵，跟住唔要嘅嘢咧就排出體外啦。咁但係要注意咧，貓咪嘅腸道咧係比較短嘅，亦都會影響到佢哋咧喺大腸裡面發酵嘅時間㗎喎。但係唔好覺得咧，就係大腸咧，只係幫我哋去排毒，其實亦都幫咧貓咪去吸收翻一啲嘅水分咧，去平衡翻佢哋嘅體液啦，同埋咧吸收呢個電解質咧，去維係翻咧佢哋嘅身體嘅電解平衡嘅喎。呢個咧就係貓咪由進食到口腔，通過食道去到暫時儲存食物嘅胃部，然後咧去到小腸吸收，跟住唔要嘅嘢就排出體外啦。呢個咧就係貓咪嘅腸道結構啦，吸收營養方法咧，其實同人類都好相似嘅噃。三大營養素除咗係提供熱量之外咧，仲有啲乜嘢嘅功能咧？貓咪係一個強制性嘅肉食動物啦，所以蛋白質嘅攝取量係非常之重要同埋主要嘅。咁但係進化到而家咧，其實脂肪同呢一個碳水化合物咧，對貓咪嘅健康咧都係好重要嘅。蛋白質咧，除咗幫助佢哋成長之外咧，亦都係幫助佢哋每日嘅呢個熱量啦嚇。去提供佢哋每日嘅熱量啦，跟住亦都可以幫助佢哋去修復同埋重組肌肉啦，跟住亦都係幫佢哋去做呢個神經傳遞嘅信息啦，加強翻佢免疫嘅功能啦，亦都令到佢個皮膚同埋毛髮咧係健康同埋有光澤嘅。咁但係咧特別要注意一啲叫做必需嘅氨基酸啦，例如呢個牛磺酸同埋呢個精氨酸啦。脂肪方面咧，除咗供應熱量之外咧，亦都幫助佢哋吸收呢一個嘅脂溶性維他命啦，構建翻呢個細胞結構啦，同埋提供翻佢哋嘅功能啦，亦都可以提升翻食物嘅味道啦。咁要特別注意呢個奧米加3脂肪酸，去幫助佢哋嘅呢個眼睛嘅健康啦，同埋腦部嘅健康嘅。碳水化合物方面咧，就係提供呢個能量啦，特別係呢個 ATP 嘅生成啦。咁對一啲嘅有健康問題嘅一啲嘅貓咪咧，呢一個碳水化合物咧係好重要嘅，可以提供翻佢哋一啲嘅即時嘅一個能量啦。碳水化合物裡面如果有纖維嘅話，可以提升翻呢個腸道健康啦，亦都可以控制翻呢個炎症同埋提升呢一個嘅免疫功能嘅。最後咧就同大家睇下點樣可以量化呢三大主要營養素啦。一隻成年嘅貓咪咧，如果佢重9磅又或者4 kg 咧，佢每日係需要攝取咧粗略蛋白質大概係12.5克啦。如果你餵緊一個6安士又或者170克嘅罐頭俾佢咧，而呢一個罐頭咧係有呢個粗略蛋白質嘅比例大概係8% 嘅話咧，咁即係將170克乘以8% 咧，就等於呢個罐頭咧就會有呢個13.6克嘅蛋白質啦。而一隻成年貓咧，如果佢係重咧呢一個嘅4 kg 嘅話咧，佢每日係需要攝取5.5克嘅脂肪嘅，所以咧就唔好以為咧貓咪係唔可以食呢個脂肪嘅喎。碳水化合物方面咧，就睇翻嗰個卡路里攝取量，咁亦都要睇翻咧貓咪嘅大細啦。2.3 kg 咧，佢每日嘅卡路里攝取量大概咧就係170卡路里啦。4.5 kg 嘅貓咪咧，佢每日攝取嘅卡路里咧大概係280個卡路里嘅。碳水化合物嘅攝取量大概係佢哋每日嘅攝取嘅卡路里嘅大概10% 啦，就要睇下佢個健康狀況啦。所以咧，大家睇翻自己屋企嘅成年貓咪，去幫佢哋計翻佢哋每日應該要攝取幾多卡路里啦。希望大家喜歡今日嘅影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